再来看屏东的山区有几个所在哦，土石放弃，高就乡新丰村的150管道，目前是暂时单线通车。伫三地门乡、各雾台乡，今仔日部分封起路段，嘛已经恢复通车咯。 山鸟甲怪手赶紧甲挡伫路面的沙石清掉，边仔徛架黄色的土水嘛是搁挡伫门口。这是屏东高树乡新丰村连续几6天的大水雨，土石对山边规个放落来，直接甲150管道挡掉咧。因为这条主要是对外连接的沿山公路，当地居民赶紧派怪手来挖，暂时单线会使通过。当地民众要回去厝，就要行别条路。整个那个185县道就是有点 砂石淤积，然后还没有完全清理好，要么就是走旧马路回来，又或者是从宝莲禅寺对面那边有小路可以过来。对，然后其实各地都还是重工具还在帮忙清淤当中。礼拜5开始就下大雨啊，所以就水就慢慢就淹上来了。家里面有进一点水，但是就是还好不是土石流啦，所以家里面清理还蛮快的啊。主要就是外面就都是这个泥浆水。新丰村义兴路的居民，因为伫尾寮山的山脚，嘛是因为溪水无法度排泄，暂的互土霾水淹到厝内。 好佳在无严重，居民趁早起无雨的空棚，紧甲埕甲厝内的土石拼拼咧。屏东县山地毛乡嘛是几6天的大雨，造成暗坑互土石塌咧，土水直接冲到路面。对外大路几6搭发生水崩山，水管破去，水一角规个。啊，水路有断掉吗？已经水都没有，水管断了。应该天气不好吧？山地毛乡甲雾台乡因为连续的大水雨，造成李港三德检测所附近积水，警员刷到山地毛，多功能教室执勤。 今仔日护士检测检查所恢复运作。山地毛乡第24线德文往新山道路原本已经成封闭，今仔日早起10点嘛恢复通行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